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客家名路学院》，我是今日的主持人李佳。今日的个主题是乜嘅呢？就是旅行安排篇。翻译的意思就是旅行安排篇。我哋呢同课呢会分做3个小片段，分做从有效嘅旅行要用嘅来安排，要注意哪条嘅小细节。伫旅行嘅时节，因为读到哪条嘅事情咯。喺啲基本嘅课程当中啊，你会学习更多有关旅行安排嘅事情哦。比方讲，寻到要寻嘅所在嘅信息，也系听茶单、饭店、煮茶嘅用嘅嚟规划一扎有同幸福嘅旅程，行个好好嚟表强松享受2年嘅旅程呢。哇，听起来係唔係就動浪漫啊？啊，最重要，親密嘅時節，你要買到嘅紀念品，本身好嘅親朋好友，更多都會用嘅來獻親咯。其實呢，要送本對方中意嘅東西，有心意呵，就當歡喜啦。好啦，講嚟按當呵，一下你就看下會發生哪條事情咯。海德，你嘅旅行計劃總算完成呢？哎呀，真是哦，按摩容易哦，你真是花多嘅時間來規劃哦。真勁係當期態。恁用辦嚟簽到一條 visa 嘅啊？我所描前嘅動作嘅地方，簽到嘅嗰片嘅日出看起來當正，韓國有動到以神奇嘅體驗發通，我知道會當好搞。哎呦，咱記得我最中意嘅好似數作嘅體驗發通哦。不過唔但搶呀數作嘅體驗發通哦，其實呀資料裡我咪當好嘅。我又記得唔送拜送本我嘅用書邊嘅模誒，廣東有我係記嘿嘿，我一擺要安排動到體驗發通哦。哎呦，你哋按好哦。不少人去做在看到啊。呀，數作嘅體驗嘛，然後資料裡，真是你細妹這樣做得做哦。係啊，咁多細心細意嘅長途，唔是比我好聽到嘅啦，我都太開。唔過我一擺要做一個詳細嘅行程表，規劃大年嘅路程哦。你看，下。哎呦，都有幾清楚呢。有一種表真是會不愛動運氣嗎？還有冇啦？聽懂愛用講，我真歡喜。係啊。不過飯店有聽好嘛？我要租揾一間茶頭秋區嘅飯店，嘅評價當好，韓國交通沒異地片。睇佢當高級吧。嘅夢言會搶你冇？真搶你啊！哎呦，咁咪先好。給你規劃按到，我呀咪來掃描一下，來看一下呀推薦嘅網站哦，同我來買補茶嘅茶單哦。廿八嘅茶標係乜嘅時間啊？按照應該會附早晨嘅茶標哦，按嚟這樣做咧，較早一些咧，開始按照嘅旅行啦。聽起來真好呢。不過2年氣象報告係好天時麼？我驚容易就看唔到正嘅日出咧。我用掃描看一下啦，氣象報告係講今年嘅天時係好天哦，同適合按你嘅旅行規劃。很真的哦，我哋廿八嘅旅行聽從會順順利利，咁請作為按到嘅準備。冇啦，你聽注意到啊。你廿八聽從愛來好好享受旅行。冇唔錯，嘅一下就嚟去整理行李了。一下就嚟出發。可以。